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致力於促進高水平嘅教學同埋研究。我哋嘅目標係成為亞太地區首屈一指嘅藝術教育機構。我哋希望培養有專業知識、技能同埋關心社會嘅畢業生，成為創新進取嘅教育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同埋未來嘅文化領袖。CCA 提供咗各式各樣嘅學生表演團體，我哋會帶佢哋出去有啲公開嘅場合表演啦，希望可以令到佢哋會有更多寶貴嘅公開演出經驗。CCA 學系提供嘅視覺藝術教育課程最獨特之處就係既有視覺藝術教育，亦都有創意藝術教育嘅部分。我哋學系都希望提供啲機會俾我哋嘅同學走出課室去擴闊視野嘅。我覺得喺呢個 department 啦，最有趣或者最難忘嘅地方係我哋喺課餘嘅時間，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學習經歷，亦都有個機會咧可以去到海外做一個小小嘅實習啦，擴闊我哋嘅國際視野。我哋亦都可以擔任呢個學生嘅助理啦，去幫助我哋嘅 department。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嘅學習經歷咧，其實係比起其他科目嘅人咧，會多元化好多，同埋有趣好多。我哋學校嘅學習 style 其實同其他學校有啲唔同，老師都好着重傳承呢樣嘢，佢想傳承佢哋嘅經驗、佢哋嘅經歷俾我哋，再令到我哋可以傳承開去俾所有嘅人。